利物浦、巴黎聖日耳門願意俾多幾多錢？值幾多錢？我哋講緊咧德甲，琴日啦，多蒙特以3-1直擊敗死敵嘅緬恩斯啦，兩個角球入波都係本季嘅第一次，就係中堅舒洛特碧克右角球左腳內彎，分別俾到啦拜爾同安利簡恩入波，兩個角球都開得靚，而且落點唔同，有個設計執行亦都犀利。舒洛特碧克啦，睇住佢大㗎啦，佢就唔算係啦好一級，哇4-1預埋佢啦，但係佢年年有啲進步喎。不過今次咧佢進步啦好大啦，嗱尼高高華教咗多蒙特之後咧表現唔係特別好啦，一聯賽都係排第10，但係其實咧好多德國球評家都覺得尼高高華咧係一個科學家嚟嘅，願意試亦都有諗頭。咁原來咧佢突然間記得拜仁有個中堅麻麻地嘅啫，巴迪斯圖貝爾啦，直情唔係必然正選嚟㗎，但係佢有個角球開出嚟啦，唔錯喎。咁而尼高高華突然間諗到呢一點啦，喂呢場波對緬恩斯啦，左腳右路角球由你開啦，結果兩個都開得咁靚啦，係一個意外驚喜啊！定係未來兩隊巴塞歐冠嘅8強戰夾雜中間對住德國打比嘅拜仁啦，可以再用翻啦，值得大家留意。講真啦，一睇完啦歐冠嘅抽籤啦，巴塞對多蒙特啦有啲咁多實力距離㗎，但係多蒙特係舊年啦入決賽球隊啊，今年突然間角球開角球用中堅去開係有得着的話，會唔會成為呢兩回合多蒙特嘅秘密武器呢？